拄则听到就是波特王公司上新的回应。另外，这方面同款是上新的消息，要来关心远东航空公司顶礼拜一个无张池停飞了后，要搁再争取又搁要飞。交通部部长林佳龙伊讲，远航要搁飞实在是有困难，都要展现到解决问题诚意，也搁有能力。下早林佳龙参加活动的时，冇上新的回应。我们民航局已经针对远东航空停飞，就是进行裁罚。那再者就是针对是不是废止它的营业许可，正在做听取他的陈述意见。那就目前的了解，他还是认为这是一个所谓暂停营业，他的一厢情愿的解释，显然还没有去面对就是不预警的停飞所造成的损害，他应该负起的责任。好，那一方面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全力做好这些补救的措施。那即使未来要申请复飞，也必须就是经过很严谨的程序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远航是停飞中，这个事实在短期内并不会改变。因为谁能够来保证飞安？那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财务的情况，是整个公司治理出状况。大家也都可以了解，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实质又是财务长，那可以心情不好关机，就让整个公司运转失控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未来会不会再犯？那这个是涉及到飞安的事情。我想这个也不是任何就是个人或党派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会以很严谨的态度来听他的陈述。那如果没有办法说服民航局，那这个停飞的事实就进一步会导致废止许可。那也就是未来即使要重新申请，也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。那我们希望他能够拿出诚意，尽快的来解决这一次无预警停飞造成的问题。那至于后续要走的程序，我们会依法来办理。部长请教有关于远航无预警停飞，目前交通部这边掌握还有没有滞留外站的旅客，以及目前就是退票的笔数大概有3万多笔，想请教一下远航这些退票的旅客，可能还包含一些离岛的居民。那如果到时候春节疏运有疏运的需求的话，交通部这边打算推出是。有关于这次远航无预警停飞滞留的500位旅客，在昨天已经都疏运完成。那至于说春节前后期间的疏运，我们民航局也协调了其他航空公司，会有这个确保大家可以平安这个返乡跟旅游。